传导出原本美丽，受我放纵的要做把你。虽然英勇代代挥出，可惜拢换无奈。各位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由阿基所主持的行政学的总复习。咱这回咧要来继续来讲到的一个单元叫做公共管理。其实咧，这个公共管理伫咱的国家考试内面，尤其伫行政学内面呢，会使讲伊的出题数量呢是无讲介多，所以你若是咧准备的时阵，这个单元会使放较后壁咧。有人就讲，干嘛呢？补习班拢讲公共管理偌重要，我煞毋知。咧旧年国家考试内面将这个公共管理该废科，主要目的就是讲这个公共管理其实也无独立做一科的这个意义嘛。因为伊就放伫行政学内面讨论就会使嘛，所以国家就做出这个政策，讲甲公共管理废科，互大家咧减科一科。结果补习班呢，颠倒讲公共管理废掉了后咧，行政学内面公共管理的题目会增加啦。所以咧，明明国家就减少一科，但是补习班佫叫咱的这个同学好朋友啦，爱来去报名上这个公共管理的特殊讲座啦、特别讲座啦，迄拢是咧骗笑的。其实公共管理根本伫国家考试，不管伊废科进前还是之后，拢毋是讲出题数量有讲介多一个单元，实在是真无意义啊！补习班为虾米要安怎来创咧？因为伊要趁钱嘛，即马减科一科，伊甲即科废掉，毋是减趁钱嘛？所以咧，明明国家考试这个减科一科，但是咧，你看补习班伊个学费愈来愈贵呢，是安尼拢甲咱的这个考生朋友啦，当做是这个古仔菜咧挂，实在是真无意思啊！因为一般的考生恁袂去看讲题目内面嘛，你讲这个公共管理是侪还是少？迄毋是补习班，也是我踮遐咧转小转片讲着算数呢。你其实会使用这个考古题内面去做一个分析嘛。我就是自考古题内面10年来题目看起来，公共管理一直拢毋是一个正重要的单元，伊的数量真少。过来有补习班一定会出来讲这个人讲咧踮遐咧黑白讲其实因为虾米讲公共管理题目数量会增加咧？毋是共款的一份考卷吗？因就是甲新公共管理 NPM 物件做伙算做伙啦。我感觉讲这无意思因为你若是公共管理要甲 NPM 的物件佫算起来，安尼你就伫行政学流变的时阵就会上课就会上着 NPM你嘛无这个必要甲公共管理佫独立出来上所以咧，因补习班有人讲迄莫听其他遐咧白转啦，其实公共管理题目数量足多啦，伊嘛提出这个数字嘛，因是甲这个新公共管理 NPM 物件放入去统计啦。我是感觉讲 NPM 就放伫行政学的流变嘛。咱遮要讨论的这个公共管理的这个独立的单元，主要是关注着公共管理的手路，伊用啥物换的方式来做管理，这是较有的物件。咱伫讲新公共管理 NPM 内面是讲一个较大的面向，这个公共管理是伊的技术的部分好，所以单纯技术的部分，其实题目数量无讲介多，咱要安怎来去掌握咧？头代性这个架构嘛，是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基本上公共管理头代性，你要先了解啥物叫做公共管理，其实就是公共的部门内面要安怎来去管理内面的资源控制每一件代志甲任务的进度。所以才有一个小小的考点，就是讲公部门甲私人的企业内面伫咧做管理的时阵，有啥物款共款无共的所在？你这嘛是伫 NPM 内面嘛有讨论到嘛？好，除了这以外咧，整个公共管理这个单元，就是有4个大这个概念来构成公共管理这个单元。这4个大概念呢，你若是讲用考试的角度来看，其实有2个较红，其他2个呢，基本上无啥物题目。是对4个咧，头代先是绩效管理，这是上重要一个概念。基本上伊公共管理25题内面要着出1题2题，无着拢无题目。若是要出1题，应该有真大的机会咧考这个绩效管理。第2个叫做策略管理，第3个叫做地势管理，最后是危机管理。这4个大管理的手路内面考试考较多的是绩效管理甲危机管理。其他这策略管理甲地势管理，其实题目数量呢，无假实讲无讲介多就对啦。好，咱用上紧的速度，甲大家复习一解，讲这4个大管理内面
大概你爱去掌握到什么款的物件。头台先这个绩效管理内面呢，上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绩效管理？过来就是伊个流程，伊流程是真重要，因为内面呢，佫会使变出真侪的概念来去甲你考。头台先伫这个绩效管理的流程内面，你头台先爱去规划你的绩效的指标嘛，指标就有甲这个 SMART 原则来去结合，所以你爱知影讲 SMART 原则伊这个 SMART 咧讲啥？过来咧规划好的指标以后咧，就爱执行你的绩效的管理嘛。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有真侪款的工具会使来去使用，包含着这个 PDCA TQM 全面品质管理、目标管理还有这个平衡积分卡等等的物件。其中呢，建议大家甲这个平衡积分卡甲这个 TQM 全面品质管理的看较熟咧，因为这是过去考较侪物件。佫有较新的，包括着这个过去是用 KPI 嘛，过来佫有这个 OKR， 这两个嘛是较新的物件，你爱家己注意一下。最后咧执行了后，就是爱去评估嘛，所以评估包括着360度的评估啦、信度、效度啊，即寡概念的，你拢爱去小可了解一下。这就是绩效管理伊的这个内容。所以讲多嘛有一点仔多，但是讲少其实嘛无讲介多就对啊啦吼。所以咧一定爱真清楚，包括着规划执行甲评估，尤其是规划迄 SMART 原则，甲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真侪款这个绩效管理的工具，你一定爱真熟。伊要出题就为遮出，要出这个申论题嘛，应该会用即寡概念甲其他的主题结合来去命题。过来第二个叫做策略管理，其实策略管理甲这个绩效管理咧是差不多的物件。什么叫做策略咧？策略就是讲要安怎处理的现在所在这个所在来去达成你所想要去的迄个目标，这个过程就是策略所以真重要你安怎来去管理这个过程就叫做策略管理嘛是第一个伊的定义来了解有无共款的战术来了解，过来就是伊的流程嘛去规划你的策略来去执行你的策略，最后来做一个评估伫这个规划内面包括着这个 SWOT 分析 SWOT SWOT 分析 PEST这个总体分析甲这个策略地图等等的一寡概念，你爱小可甲了解一下就会使其他的物件呢，基本上甲这个绩效管理的物件会使通来通去，就是会使互相来用无一定讲这是绩效管理的物件，策略管理则就袂使用，拢会使一般有的册嘛，甲策略管理放伫绩效管理内面，但是我是感觉讲伊有淡薄无共，所以我甲伊独立出来。第三叫做知识的管理，就是咧管这个 knowledge 啦 ，knowledge management 嘛，知识的管理。知识的管理其实考的物件呢真少，第一个就是知识的产出，对这个资料这个资讯甲这个知识甲智慧这个产出你爱了解。过来就分做这个学习的时阵有单甲双单科甲双科的这个学习中华语有做单圈甲双圈学习但是咧翻做台语就毋知要安怎来翻单科双科单科就是自这个你的手路顶悬来去做改变尔双科就是另外佫考一个嘛，所以咧会去更加关注到你背后的价值甲基本的设定的部分最后就是知识管理内面内面有这个知识的循环包括着你有表现出来迄叫做外显的无表现出来迄叫做这个内在的知识两个要安怎来去变做彼此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你嘛小可甲看者就好，因为伊真久无考好，所以策略管理甲知识管理考较少另外除了讲绩效管理考较侪，另外一个嘛考较侪就是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真重要伊过去一定会有一题差不多啦，毋是讲一定啦，就是真有机会出一题自咱的这个疫情的时阵，这个COVID-19 的时阵，其实迄都是讲危机管理真有机会来出，但是这几年拢一直无太大的这个表现其实自 COVID 结束了后，咱世界上嘛是有真侪这个危机嘛。所以危机管理嘛是爱家己读学习，第一个就是危机什么意思啦危机甲风险差伫倒位啦，危机有啥物款的这个特性还有这个危机管理的流程而且流程真重要流程就有真侪学者的讲法，包括就讲这个美国的
联邦的危机管理局吧，因有一个 FEMA 嘛，就是 FEMA 有这 FINC 啊，每一个流程大概就是分做危机发生进前、危机发生当中，甲危机结束了后，啊每一个阶段咧有伊的名，啊你会甲伊记起来，啊过来就是每一个阶段有要做的代志，啊上定来考的就是 Luna Maker 甲这个Mitroff 啊，因两个学者的版本啊，Luna Maker 讲的是较复杂啊，物件较济较幼啊，另外一个 Mitroff 伊讲的是一个大的方向，包括着代志发生进前，你爱有这个剧本来去演练啊，发生当中呢，你爱去成立这个应变中心，爱去看讲你有偌济资源啊，危机是安怎来去变化，来去应付啊，最后危机结束了后，你爱去复原嘛，佮有即个学习啊，对每一届危机内面去学讲有啥物款的物件是咱后一届佮拄着共款问题的时阵，会使来去变变，还是讲啊，会使来做甲佮较好的。所以这流程甲做法是真重要一个考点，基本上也是考着危机管理，一般拢是咧考即个部分。过来啊，是即几年啊，自108年啊开始啊，竟然呢有即个法条题目的出现哦，啊，主要就是咧考即个灾害防救法。啊，灾害防救法其实啊，咱自108年发现讲，伊嘛开始咧考的时阵，就一直甲大家提醒，你也起来该看好详细。啊，旧年113年的时阵呢，竟然一堆拢无。啊，你就讲，啊，真的是差不多，即个法律的时代结束啊嘛。但是今年114年的大新的考试内面，灾害防救法佫出现啊，所以咧，咱就讲即个还未结束，所以也是啊，除了讲危机管理的流程甲每一个过程的做法来之外啦，你嘛要去灾害防救法内面甲看好详细。啊，你若是毋知影讲灾害防救法的考对一条啊，你就甲即个考古题小可甲做者，你就知影。啊，佫有咱的 YouTube 顶悬嘛，有放即个公共管理的节目嘛 ，Podcast 嘛，你会使来去收听。迄是我应该是毋知偌久进前伫绿岛迄个时阵咧录的啊。真趣味是，我拄好讲着危机管理一段的时阵啊，咱伫绿岛迄当时去拄着一个大风台哦，所以我外面呢并变叫咱内面咧讲即个危机管理，讲甲是真有感觉、真有感情咧，就是安尼咯。好啦，咱就甲大家提醒，危机管理就是流程甲做法一个重点，佮有灾害防救法啊嘛是真重要，即两个请你小可甲注意一下。整个公共管理就安尼啦，绩效管理、策略管理、历史管理、危机管理啊，上重要是绩效管理。过来是危机管理，甲整合起来，差不多一年一份考试卷内面25题，一题2题就差不多啦，应该是安尼啦。有当时拢无考呢，所以呢，毋免讲伤紧张，就是安尼啊。啊，但是后一个单元你就要较重视了，因为后一个单元叫做组织管理，组织管理的题目是有够多啦。好，咱就后一回再个继续来甲大家咧做一个报告甲讨论。咱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泛滥雾气擦看，天是蓝的心在。